Hello，大家好。如果大家咧想揾啲地段咧比較保值而且核心地段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呢個由香港新鴻基地產開發嘅中山東區逸翠園。東區咧係我哋中山市一個 CBD 片區嚟嘅，佢集中咗我哋個金融啦、教育同埋醫療同埋行政機關咧都響晒我哋呢個東區呢一度，相當於好似深圳嘅南山同埋香港嘅九龍城咁樣。呢度係正宗大旺嘅，居住起身咧係非常之舒服，而且交通非常之便利。而且小區對面咧仲有我哋中山市一個最大嘅公園——紫馬嶺公園。平時咧返嚟度假咧可以行下公園啊，享受下呢個大自然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而且小區對面咧就有我哋中山到香港一個直通巴士，每日嘅班次咧都係非常之多嘅，返香港都係非常之方便，而且好便利。好啦，依家同大家去實地睇房啦。嗰棟樓嘅一個大堂咧，同埋樓梯呢度咧係設計得非常之大氣嘅。做咗係兩梯四戶嘅呢一棟嘅設計咧係兩梯四戶，係800幾尺至1100尺單位。呢個係04戶型，係820尺嘅，係無批交付嘅。呢個單位咧係做到2房1衛1廚同埋2個露台嘅。呢個係廚房，廚房出去咧係一個露台。呢個區域咧係贈送嘅面積，到時候裝修話咧可以拆咗佢，可以做一個廳、餐廳同埋客廳，一個客房同埋主人房啦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。呢個客廁。大露台咧係可以見到我哋中山一個最大公園——紫馬嶺公園，可以見到我哋嘅紫馬嶺公園一個景觀㗎。景色咧係非常之靚嘅，04單位咧同埋03單位咧可以打通嘅。如果你哋咧買翻嚟可以想大啲嘅話咧，可以兩套打通，可以做到差唔多2000尺。呢個03單位咧係1000尺嘅嚇，可以做到3房2廳2衛2個露台同埋一個廚房。呢個咧係一個廚房嚟嘅，廚房出去咧就係大露台啦，嗰個大露台。到時候你哋裝修咧可以拆咗佢，就變一個餐廳啦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客廳。呢邊咧係客廁。呢個一個細房嚟嘅，細房咧都係可以擴開個門咧，可以見到我哋一個公園嘅一個景觀嘅。呢個係其中一個細房。入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，主廁。呢個就係主人房。我哋1000尺個單位咧係121個方。個露台咧係非常之長而且好大嘅，佢嘅景觀咧都係可以見到我哋中山一個公園，嗰個紫馬嶺公園，嗰個景色咧係非常之靚仔嘅嚇。呢個係02單位，係差唔多800尺單位嘅，佢係做咗2房1衛2廳同埋一個廚房2個露台。呢個係廚房嚟嘅，廚房咧出去咧就係露台。呢度係餐廳，同埋咧呢邊係客廳。
呢排係我哋嘅細房，呢個係主人房。大露台啊，見到嘅景觀咧係Coco City 嘅購物商圈嚟嘅。呢個係01單位，係123方，大概咧係1100尺嘅。入嚟呢個咧係一個入戶花園。呢個1100尺咧做咗3房2廳2衛嘅。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餐廳啦。呢邊咧係客廳，入邊咧係廚房。廚房出去咧仲有一個細露台嘅。呢個係客廁嚟嘅，呢個係一個間房，呢個係第2間細房，呢邊咧就主人房啦吓。主人房咧呢邊咧有個主衛嘅。大露台咧可以見到整個石岐啦，同埋東區嘅一個景觀嘅。呢邊咧係我哋一個 Coco City 一個商圈。如果大家咧想揾啲質素比較好，而且咧係比較高端嘅樓盤嘅話咧，可以首選下呢個盤。新鴻基地產咧向呢個盤咧開發咗20幾年。而且咧，依家係第5期啦，依家100萬出頭就可以攞低噶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或者係私信我，帶你哋實地睇房。